台南六甲国小的厨房日前举办着重建动土的典礼，按算伫2022年要来完工启用。这个厨房未来除了供应着六甲国小之外，嘛会提供着六甲区甲关田区10间学校的营养午餐。市长王伟提供会继续来推动学校中央厨房化的政策。为了提供台南的学生健康营养的午餐，市政府持续推动学校营养午餐中央厨房化的计划，安会使避免买便的较无营养甲卫生的顾虑。市长王伟提进前特别出席六甲国小厨房的重建动土典礼。因为我们有专业的营养师把关，有专业的厨师、厨工妈妈，他们能够在一个安全卫生的环境下来为同学来烹煮营养午餐。未来嘛提供边仔地区10间学校营养午餐，透过这款中央厨房的模式，和不管是大间学校小间学校，拢使食到营养健康的午餐。因为台南市小校多，如果单独一个学校要做营养午餐的话，是不符合经济规模。那如果要去对外去买现成的话，他担心有这个卫生的疑虑。除了六甲国小的厨房重建以外，市政府嘛向中央争取预算，将会持续协助25间学校的厨房做设备的升级，也是改建，让更较侪学校会使减轻家己办营养午餐的负担。